機密文件通街掉，私隱資料任人睇，仲要唔止一次添啊！有市民接二連三踢爆喺粉嶺居適街福和集團大廈門外嘅空地，有大量私人資料俾人抌咗喺路邊。今次就有80幾箱用膠紙包住，上面冚住藍色帆布嘅文件啦。劉先生喺星期六發現呢一個個嘅紙箱入邊裝住嘅，竟然係今年首屆文憑試新速速冇用過嘅文件，包括中文科同生物科嘅試題同埋一啲答題紙。紙箱上面仲好清楚咁顯示市場係東涌一間中學，而呢啲文件隔咗成晚都冇人處理。去到星期日朝早，劉先生更加發現文件堆入邊有10幾張有線電視客戶附有個人資料嘅合約，另外仲有印上渣打銀行字樣嘅空白紙張，同埋幾箱印有信用卡又或者提款卡號碼嘅 G2000客戶簽帳單據。佢懷疑係外判承辦商處理粗疏導致，已經整理有關嘅資料，並向有關部門同私隱專員公署投訴。而今次事件入邊，其中一個受害者余小姐對於佢嘅有線電視合約俾人任睇感到氣憤，擔心個人資料會被用作不法用途，批評有線離譜。其實今次亦都係劉先生2個幾月之內3次揭發同類嘅事件。早喺6月底，佢喺同一個地點亦都曾經發現一卷黑色膠紙，上面印有博愛醫院幾十個病人嘅詳細資料。而7月底喺同一現場，佢又再次喺一個垃圾堆入邊發現一批微型縮影菲林，入邊裝有多份嘅入境處資料文件。劉先生認為有關承辦商銷毀文件嗰陣存在疏忽，當局亦都監管不力，屬於嚴重失職，應該向受害人道歉同善後。考評局發言人話：早前委派有關嘅公司回收用剩嘅文件，文件上並冇任何考生資料。考評局會聯絡有關公司跟進，提醒佢哋要依從指引，小心處理文件。ONTV 東方電視新聞台報道。